这个窗又不一样了，这个它形式跟它不一样。一半来了就克制不了了。这个还小 case， 昨天一个他买了几个，买了差不多1叠了。就係因為仙人掌嘅品種太多，本地對前里你也想買，家也想買。背对，在这边很多，不止1颗，有那你就养了很多了啊，在这里。这种的味道，帅哥，你过来一点点，给我移一下。它把它挖掉是要让它长小苗。对，正确。仙人掌嘅主人按照岩原上，佢宣布種一種帶嚟嘅植物已經40年嚟。喺個嘅線上，都家下去做個班長，哈，喺線上特別上機有幾種哦，家下，哦，那種來種啊就比你普通嘅草花好種，一種下去，相信人嘅冇啉水機也很省，所以講一種啊是種到厲害。對於國小開始，岩原上就同仙人掌結緣，冇想到以後，佢係以種仙人掌為主業。種到越種越好，到宿到夠種，又上幾百盆、上千盆的，你是當時一些是去發店來玩其他嘅冇嘅東西，到設置咗當兵狀來，是差唔多又可以去衝入呢樣嘅仙人掌嘅買賣。我看仙人掌嘅外形無好，岩原上講有啲品種嘅家私比蘭花還較好。仙人掌嘅市場到台灣有咩問題？本身佢冇從啲草花開到按腦來講，其實佢嘅花生咪當多，非常多。花卉插枝，基本咧嚇53年，佢仙人掌一衝是做咧運動喎，好嘅嚇。電動透過嘅呢樣嘅沙漠植物。挺貴，從呢下還有上百萬嘅東西，一衝，細衝啊！種仙人掌40年，岩原上成功培育出7000外種品種，愛打造出仙人掌聯合國，有時還愛自家出國獻貨。從佢係特別嘅保育嘅，有都是剪唔落來啊！嚇，一般咧，你去到境外剪落來嘅一天，係去到幾個餐廳，嚇，先去檢查全面。講落來做到any台灣嘅，要隻植物部嘅植物嘅檢查所，嚇做檢查，佢看到合準嘅，any講做得落來。仙人掌認證過後，岩原上就有法度本技能繁殖。你其實種花是當簡單，嚇，你知道土生研究啦，呢啲嘅東西佢有嘅無性繁殖。好，無性繁殖是講用插芽，好，還有種有性繁殖，就是用佢嘅花交配，安樣，好，像些你用交配些叫做得到有冇強壯嘅品種。喺咩當上生物科強權，用再講係數唔得嘅，岩原上愛本大家看下啦，仙人掌也是得用接嘅。一般的人從你上當到家嘅，你比上下夾掉呢，好是把老佢切下來做夾個，每頭拿切睇嘅，你順頭拿豆黏豆睇嘅，豆黏豆好咧，過了你隻仙人掌拿切片，切隻片是隻好哈，很逐張張哈，逐張張嘅些，收過來拖落去，下頭來打隻結落去，咁咪溜走去。好，按手咧，好。無強款品種是得用接界，強品種界也是得用插枝來繁殖。普通呢，一般等病差唔多要6、7日，了後俾你上後造水，將它插落去，按手咧，是很簡單。好，像咧。做任何動作嘅時，岩原上唔是帶手啦。感覺唔驚本仙人掌上百嘅速度。佢免不了袂啦，佢是你食袂三機啊，種落叫那些你地基嘛個角度那去嘅行為參與啦。冇你大人小台咪是麻煩，因為呢要到機會要度橋嘅，度橋你大人小台要咪被橋到啊，還不如你是用你皮小台嘅，原來皮小台來種水嘅。
杨院长带貔貅蜡种出7000外种品种，托起5公顷嘅人气地带，万内充满奇奇怪怪嘅新现象。哦，你个10年口的东西，10年口的东西呢，你个名是按照绒状，有啊，你像你台湾的绒有啊，个橘子有啊，看，一只当像哈。啊，像你种呢，看到当像安尼熟的土啊，你看，命到个绒毛，你看个哈，个照相照出来个绒毛有啊，当绒，哦，命到，是像安命到真紧的土像样。你本身按照玉石，哈。佢本身玉石，佢係生到南非嘅安尼風暴石啦、藍寶石啦、水晶、春條嘅東西，裝擺好嘅有錢人成日嚟講200嘅師傅啦，所以講其實佢本身講石鼓法好好聽啦。佢成日講啊，佢生嚟當陣時，生到像安尼成日嘅公嘅成日講，嚇，像安尼成日嘅小弟弟咯，嚇，佢哋看佢歐陽孔啊，其他同埋有。还有那种眼看像狼牙棍、行剑看，上班拢系5線相撲嘅新現象。其實佢冇乜特別困難咧，對安尼嘅台灣建築來講，真適合。一般嘅困難都是佢哋唔係台灣生產嘅東西，而從境外係侵略品種，較困難啲啲。同新現象表現玻璃杯地擺，加入無窮款世界色彩頭，就係又好看又唔會觸動人嘅裝飾品。楊院長講，當然同新現象相下，考試同創意也攏唔是停過，所以佢嘅沙漠世界充滿眾多可能。